我係舉逢，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大家好，我係舉逢，今日歡迎大家來到安祥風法呢個節目。今日邊你請到一個新的朋友，係我嘅新朋友，因為佢第一拜老謝老師碰面。謝老師名我先讓大家辨識一下，很多謝、後、蘭，後係午後的那個後，後土的後，蘭是蘭花的蘭。所以我特別介紹老師嘅名因為老師你他做嘅事情，老客家嘅蘭蘭有關。而老師主導蘭蘭的客家手工藝的這種過程，尤其是邂逅的感覺，所以邂逅蘭，老邂逅蘭，係一個懂有意思的一個巧遇。你現在先請謝老師啦，觀眾朋友大家打一下招呼來。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車後蘭，邂逅蘭。邂逅蘭。車後蘭邂逅蘭聽得咗冇呢？老師講嘅邂逅那隻蘭蘭嘅喏，呀故事我從一個好朋友去米農寮帶走了一輛客家藍山送給我開始，那時候其實藍山它是沒有紋樣的，但是它的藍色就深深吸引了我，就懂歡喜，收到呀禮物懂歡喜。後來到民國91年，苗栗縣社區大學有開一個植物藍靛藍的課程，然後參加以後，然後替辦樣布以後就完全吸引，就着迷了這樣子。原來這就是我收到那件衣服是這麼做的這樣子。老師，因為一開始其實唔係做了行嘅人，好冇？對。一開始老師係做乜嘅背景嚟㗎？那其實係念中文系，然後以前有代課老師過，對，所以咧就奇怪就咁樣。然後感覺老師其實咧，讀社區大學也好，當到地方也好，原則上即刻去大學地邊學一道客語嘅手工民俗，其實全部都老了咁樣有關係啊呢。所以你有按太轉變咯。安尼，因為頭早起太好嘅2年4次課程以後，我跟老師頭中來磨合，故所就推薦我了另外一位朋友然後跟他接棒就是那個接手他在苗栗的課程這樣子，然後安尼教早起太好教嘅5年，然後就覺得好像覺得碰到了瓶頸，很想突破這樣，度後呀有機會就去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在一圖書案就聯合大學這樣。對，去圖書卡，就是覺得自己的那種技術有了，但是呢理論啊，然後實務就是實際教學的那個課程設計那些都缺乏。所以就覺得應該要再去充實自己。其實我想講，其實老師一個中文系代課老師，又變成客家蘭蘭的一個製作者那一個過程其實好多年去讀技術實務，慢慢的下東西出來。老師先學語文、中文，文學，然後教學教育。然後又走過轉到蘭蘭那邊，那兩個方向對老師來講有當冇困難的地方嗎？我知道其實學蘭蘭的過程學蘭樣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奇幻的旅程。奇幻。也是無心插柳。因為我講其實因為念中文系，故所對於那種老東西、傳統的東西，其實一直是很有吸引力的，對我來說。然後呢，其實一開始畢業以後是當代課老師，後來結婚了就在家。但是我先生很好，他鼓勵我說：“你不應該把你的人生就
交给家庭，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发展。古时候给就固定哎，你对吗？有兴趣，你觉得好按哎，所以我才会接触蓝蓝。各位各讲散夫也是一个源头这样子，对。对我来讲，蓝蓝有一只当特殊的地方，因为蓝蓝就是蓝色老白色两种元素，当创业为一种渐层感。当年姐姐讲哦，就白色老不是底部呀，有无限的灰色。对。那给它用到蓝色底部，而你会给深哦，讲在白色与蓝色之间，然后白色与蓝底部有乜嘅深？其实白色跟蓝色中间有很多的渐层色。一般你吃到蓝样就很无聊啊，就会蓝色听听啊。我说其实不是，接触蓝蓝以后才知道，哇，原来蓝的色阶有那么的多。蓝样係呢你要1拜，然後2拜。然後3拜、5拜、6拜，跟色係冇共用的，蓝样的色係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古时候它的色阶哇，真的是千变万化，都很多。对，古时候蓝样的色，它的蓝色它其实真的是独一无二，就是你要用那种印刷的现成的那种化学蓝的，是不太能够。所以像按你讲的那种蓝给一种特别色，一种特别色的概念咯。因为呢，在蓝色原则上，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渐层感在地方的哈，因为唔係講做一隻色，白線嘅白火，然後兩片白色，兩片藍色，唔係，佢本身就當到一種手工的感覺在地方的。它其實有那麼多這種特別的顏色，它其實跟你使用的技法有關係。你用嘛跟防範一周，因為藍樣其實就是防染的概念嘛。你用各種不同方法去防染，它有點染液又是水，它的那個滲透力很強。那你在布綁的鬆緊程度，那染液暈滲的程度就會決定你這個藍色跟它旁邊漸層的顏色。就是一種那樣技術在裏邊。你像台面像越優的哈，講圖案越優的就變成講其實佢控制的越細緻，其實變成講按樣的。方式係很難的，係咪？對，就是你這個要有巧思。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那個布料，布為選擇，嘛會影響。因為大家看到，你倆看到倆，其實倆當到一種很多小點啊，乍看下其實很多小點，但是每一個白色和藍色的小點，基本上給出一道工，對，一道工序，沒錯。所以按你剛剛講。越優的設計，就講佢圖案越細緻的設計，因為要公主黨。對。我剛剛老師有特別講到一件事，就是講，因為你按兩個色，塗你下化學藍，一槍當然潛到空色。對。所以就講用化學染料的方式，冇辦法出現像客家藍藍兩個色嚟。客家藍樣的色哈是化學藍沒有辦法取代的，因為客家藍樣色它是深邃有底蘊的，那化學藍的通常就是亮亮的，或者是它的顏色色階比較少，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喺我哋教藍樣太久哈，就可以感受到它的不同。這樣子。所以其實對於老師來講，那技術啊，就藍藍的技術，感覺其實越來越冇像以前可能你嘅。冇按到工啦嚇，冇可能講實裝好做sản夫咧，麻煩你在山去做啊！可能當好嘅，可能當多數工嗰種sản夫可能有辦法能做。我一般睇啲人你從當年做嘅sản夫，就當然用按到工序嘅方式來做佢啊樣。所以兩件事情老師希望做啲簡單嘅一段話嚟講，就講到底。你按樣嘅刀工嘅藍藍，然後唔係刀工嘅藍藍，同按你下你個時代叫當根本嘅差別嘛。我想以前冇刀工係因為我們可以說到藍樣嘅歷史，藍在台灣在清朝跟明初的時候，它是完全沒有圖案的，就是一張 set 聽聽，要它有按斗，藍樣有按斗的紋樣，其實藍樣在台灣
中断过70几年，是中断再富裕以后的事情。古时候以前以前是一个民生的需求，它是一个劳动的社会图像，就是蓝山，它需要整个布。那现在呢，蓝染是定位在生活美学、文化创意，所以有很多的纹样出现。对，某块样方式来。对，嘿。好像下一段的时候，因为老师研究了蓝染，其实研究到差不多佢写一本书出来，给大家对蓝染技术韩国动作层面的考量。好像下一节的时候，下一段按住来，像谢构兰要找老师来，俺用个谐音字来哈，谢构兰老师来谈蓝染都点样来写出一本书来。然后今天下一段按就用书的部分来带到了。苗栗在元宵节就会长夜班卡哈，跟3日黑冰龙哈，我有冰龙棒龙这样子，然后我有彩街，我就知道那个印象是小时候那3天最开心的，因为刚刚吃饱饭以后就要停龙，那所以呢，后来样以后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我这个学到的蓝染的技术，跟小时候那个龙的印象做连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呢一段其实我来看老师的2本书，作为老蓝染有关的书。这2本书呢，很多文化观光的时尚风格，凝现蓝染的美意风华。好像一本书其实是老师发动到10几年去研究客家的蓝染来写出来一本书。那先请问一下给谢老师哦，所以2本书因为佢老客家蓝染有当层的关系，可是佢让我想到我用书的方式来呈现客家蓝染。好，因为我教蓝染当久的，我教蓝染差不多15年以外哈。然后因为有中医学教在读书，2本书，还有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世明老师、顾丽爱，然后另外一个伙伴。然后就是以我们2个人的硕士论文，加上一些蓝染的技法，各位教学的经验、展览的经验，还有我要教蓝染施工业对于蓝样这个工艺的想法，然后给写出来，安尼。其实我现在打开了一章哈，那第4章就讲到蓝染的色阶解说。对。蓝染的色阶解说。其实这是个安尼家前面有讲到，就是讲。其实一本书哈，原则上其实係一隻老藍染有關的東西，所以其實對於藍染有興趣，你給大家做前2本書來看。當然你講到藍染哈，冇辦法去避開一件事情，就講你睇大家對於藍染啦，客家兩隻詞彙，其實我連都強下啦，我連都強下，所以客家歷史老藍染用嘅開始呢，老師拿你說過談一下。好，其實哈藍染嘅。藍染這個工藝，它不是客家獨有的，不是。藍染它其實是世界性的工藝，東九都有誒。那跟客家有關的話，我覺得目前我們在台灣會說到客家藍染，應該是當一般人實行穿洋服的時候，這種米農給到嘅農人家，給我做以前的太金衫。各位就係米農嘅地方，利用社區營造，強化那個藍山跟客家美濃的意象。古時候人家想到藍染就講客家藍山、客家藍染。當然青蔥腰還係客委會的大力的推波助瀾，我知道係安尼。其實總來講，其實係一種顏色的問題啊。當然，佢也會涉及到因為顏色的關係，佢到某一個社會現象，或社會學，或某一種族群文化有關。因為你會講客家藍色有關係，就像你會想到西藏老紅色，因為叫做袈裟係紅色的，西藏老紅色有關係。就講到普羅旺斯，佢可能會老紫色，因為薰衣草。或者同安樣嘅紫色有關嘅，所以佢一隻地域也好，一隻有特別特色的一隻族群也好，佢會一種顏色去來產生直接連接。我知道其實你喺藍染客家藍染呢件事情對我來講，其實
当老虎意义。当然就像刚刚老师讲啊，其实那个技术一定唔係客家人發明的咩，給全世界全部當到你南部就是直接給聖母昆陽那邊，所以我都來帶到講其實佢一隻老顏色有關係一件事情。其實我可能就會想講，其實你一隻染染的過程哦，其實拿你的傳統文化有些關係。對。那我咪提講老師其實用染染的作為一米亮出來安樣，其實你會想用亮安樣一種當傳統啊，歷史上當傳統一隻東方的中國一種象徵物，是去做一隻安樣的創作。安尼，要講到我小時候，因為我同苗栗長大，那其實苗栗在元宵節就係長夜班卡哈，跟3月係冰龍哈，我有冰龍安尼棒龍這樣子，然後我有踩街，然後我就知道那個印象是小時候那3天最開心的，因為剛剛吃飽飯以後就要天亮，對哈，那所以呢，後來以後就想說。有沒有可能就是把我這個學到的染染的技術，跟小時候那個龍的印象做連結？哈，不是我就跟那個苗栗市公所有合作，在茂利客家學院那邊有合作，我們就作為一米染染作為龍，然後號稱是全國首位的染染龍這樣子，對。確實踢一條龍啊，踢一條龍。對。因為剛剛謝老師談到，其實由於當初上到喺度傳統嘅一隻點過來，對，其實我都有些好奇講，有些安尼老大嘅時嘅叫做客家，做嘛會用藍染嘅衫褲作為安尼客家人當傳統嘅一種穿着着衫褲嘅一隻，因為衫褲其實有功能性嘅，所以嗰時嘅藍染嘅衫褲對安尼客家人有乜功能性？因為客家人的祖先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嘛，就是以前就是青耕雨讀都要周西，那做藍染的衫第一個給耐髒，去周西卡唔會崩到嘛個東西就有做，好，聽伊迄藍染要在植物呢有一個特殊的味道，用藍染的那個衫褲呢，它可以防蚊蟲，你穿那個防蚊蟲，嘿。還有一點就是藍染，它是天然的植物染，故受給染的部位纖維呢，通常也是天然的，通常棉麻的比較容易上色，就是所以穿棉麻的也是吸汗，工作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我們現在說的吸濕排汗，知道有這幾個功能在。其實咧，咩當有當科學哈，那個概念叫當科學哈。對，生活經驗的科學發想。用安樣嘅東西去做一個當年要做個衫褲。對。其實用安樣來嘅設計方法，就是都，其實，安尼客家你很有智慧，對嘛？哈。其實一強安樣，因為安尼以前冇按到資源嘅，對，所以呢，當有限的一個環境底下，照顧呈現出來。因為我一直都感覺到。客家人做嘅藍染嘅衫褲哦，唔知做乜做一種本來一種刻苦嘅一種感覺。對。唔知做乜，特別就看到係戲劇啦哈，有可能電視台會播一些嘅一種安樣嘅，就看到客家人做嘅藍染嘅衫褲嘅時候，其實背後有一個巨大一個訊息，就係刻苦，就硬頸，然後當辛苦嘅土地就會土嘅開墾，然後。上啊大邊出條新的路啦，一隻衫褲嘅意象本來就一切就當強啊，當強，可能咩一種文化植入啦，一種對外一種文化植入。我們係因為藍染嘅衫，所以才會接觸到藍染。其實做一隻安樣嘅點，其實講，其實佢呈現當中對你來講，無昆陽一種面貌。所以啊，其實最多你啊，就說傳統嘅一種客家人對藍染嘅衫褲嘅。之間有一種連線啊，佢連線一定唔係講單純嘅。當然你一行到你下，你看到你一講按 U 嘅嗬，就慢慢地發展出唔係刻苦天天，對，佢慢慢地出現一種新嘅一種美學。對，佢老師自己你要去思考，藍染衫褲，一藍染嘅一種布料，一藍染嘅，因為你喺邊會看到嗬，老師有做包包啊，做多種東西，你都按樣嘅一種生活用品。老師運用去想一件事情的連接。好，我按你連接其實藍染頭和台灣有中斷過70幾年。70年。完全
真正好像应该是72年。老师，我打呀，就打团一下，这个团队是这个模拟做两件事情。对，完全没有。模拟做。完全失传。对，鼓手呢，我好了以后，我就觉得有责任要传承下去。大概像样问题，你就会想，我要怎么样传承？除了我去教学、跟人家分享懒懒的经验以外，最好的就是把它落实于生活。鼓手啊，才会设计懂得包包啊、围巾啊、伞布啊，因为你当一用就唔会团结了，就唔会再失传了。其实出发点还按你听听。好，我同意哈。好。如果导播做个动爱。因为老了讨厌拿过来，因为按当做在介绍了这样。按你好。布料按钮。其实我受过抗议其实你只图样，先老师介绍一下，图样係哪片出发来的图样要这图样其实就会给你懒龙给你龙的图案。那龙身上，我其实这设计我那时候加个鳞片那样。对，鳞片那它是要设计就是想说表现龙的具体形象。但是呢，我又想要保有手作的特色。鼓手有手作感。对，手作的特色就会艳空每个鳞片都空用一模一样。按过你手作特色，就你仔细看。低度的纹样，大家都冇空用，要就手做的独一性。因为老师做了其实没就弄不会天天哦，其实给底部还有挡多层的功能。对，这个是克制就特别多嘛看，要做克制其实底部。我来看到底部挡时尚对，确实挡时尚，因为每种挡件啊，你改个布料底部其实又有拉链啦、塞胎啦、有分层带啦。对。不过那不用天咯，也还不用嘛，其实给当好用。就分层别类，就这个用到嘛给好，这个走卡就可以走出来。因为老师在底部懒懒的，改个细节有挡浆，细节有挡浆，啊，所以其实像一只按钮一只胎啊，所以其实还不错的。刚才其实还有3年搞会懂。懂，我喜欢那种民族风的这种时尚的，你可能我懂中意那种一种包包。我中意哈。我是懂这样都好看。而且其实像按钮一只懒懒的布料呈现在一张生活器皿上，就当你用一种物件当中，你还有那个发挥空间。韩国到底係用万年的一群人来做那样一只包包，而且还有他的时间，你来谈谢老师谈一下，佢9年做蓝布一只过程，你看蓝面那个过程，你用来做出来，而且还有唐老师来讲，讲特别秘密故事，而且还有讲到记得对，有视障朋友，对，中途之家，对那些孩子，对，精彩。老视障朋友分享懒懒就会讲都懂详细，就是很多细节的地方，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你都会讲，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听你的描述跟他的触觉，这样可以感受到，然后杂音念出来。视障朋友经验听一摆，然后好，我就搞家的用量用针线，用量呢？用个量，用量波量去啊？用针缝的技法完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刚看到当多谢老师谢过来以后做出来当多老日常用品有关的，刚做懂典型一张当你做拿等去上班的一张包包，不用天咯不用嘛就做得那样。不过我倒好奇讲。当然，老师当都是老师设计出来的。不过，马上你去做2件事情。做2件事情呢，当然除了有像學生以外，有乜嘅當特殊嘅人，對於老師嚟講，要等你來做懶懶，我麻煩用嘅咯。安尼好，其實老外好懶樣的年齡層 range 很大，大概幼稚園的到80幾歲的老人家都有。想來呀，懂誰都懂得。按過在這些過程當中吃到印象就是對我來說印象懂成咩，應該可以說是視障朋友。視障。你個看唔到誒？對，就是重度，佢可能看到是按拳，然後會看到視障朋友做懶懶。因為當到講要
对。当然啊，伫当都视障嘅朋友，家己树动灵巧，其实都用家迄种触感去解决了的问题。不过有一只问题就讲，个颜色呢，因为蓝蓝迄只颜色，然后颜色有动，动冲有关，个视障嘅朋友，你要去面对，还你要去处理，蓝色渐层那种问题。老视障朋友哈。分享蓝蓝就会讲都懂详细，懂细致，对，就是很多细节的地方，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你都会讲，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听你的描述跟他的触觉，这样会感受到，然后杂音音出来。那他们对于蓝色这个部分的那种理解，其实是从他们制作开始，好，譬如讲，视障朋友。经验听一摆，然后好，我就搞家的用亮的，用针线，用亮的，用个亮，用亮波亮去啊，用针缝的技法完成。针缝，老师说讲一下，因为它有一些技术层面。对嘿，蓝染技法很多，那针缝只是其中一个。要扮演你听演，啊，就像杜抽花问家的话，大家有兴趣嘛哈，然后用亮的，看看啊嘛，家的全部讲好，嘿。对，然后就很感动，我只随便说说，对，然后觉得他们的缝是这样。我当然第一个我要说的非常详细，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就是要个别的教学，然后呢，他们还有触觉，比如说我现在要缝一个话，好，以这个来说的话哈，我可能就是先把那个记号画好，但我们一般人是画线就可以看到的，他们没办法，我帮他们贴胶带。用胶带。他们说就贴个胶带，他们呢边摸的时候就可以。然后呢针的话，就是他们穿针。我后来教了以后，我发现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哦，我搞给他台湾发给针啊，然后请较长的。较粗较太较长。较长的，较长的。因为按你给他按你量啊去，他们就是凭感觉这样缝。那如果针长一点的话，它可以缝比较多，再一起抽线。如果针短的话，它抽线以后要再下针再缝的时候，觉得我不满意，讲我白贴。对，我走贴。所以一只当小巧一只技术哦，就用一只贴线来两个缝是就他们就可以克服了他们的那个障碍。对，故事我觉得用量出来，后来我本来想量一个作品就好后来他们第二个后背束口袋的时候也说老师我要用缝的，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感动了。有在兴趣上的挑战两个做法所以挺难的。最重要是他们建立了自信心，做出来以后他们觉得哇我好有成就感，这都要对他们来说还懂冲业喂。其实我们提供老师其实没有搞中途之家嘅好想念哈，去做蓝面那件事情。给那条学那件事情有冇个特别的故事出来听？中途之家呢，有一只机会，然后就跟这些小孩接触。那其实中途之家孩子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故时候搞咖跟老师就讲，谢老师你一定要准备很多照片或影片，不然他们很快就会趴下去了这样子。不过给你上课上到1个多小时，可是张我永远要趴下去的。然后对他们来说，我就是说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就通常他们体验时间很短，但是我说来我们来玩用针线缝如何？好几个小孩都说好，好的话那就大家一起做。结果他们在2个小时内自己构图、画好图，自己缝好，然后我们去染色。这对体验者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太可能2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动作，但是这些孩子完成了，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都觉得好开心。但我其实是比他们更开心的这样子。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当然读到无困难也特别的学生的时间，其他都当上的投入多了在安样的一只工作嘅时间，其实同感同年啊，真係同感同年。其實老師其實因為啦教學嘅關係其實自家有一隻小工作室啊樣嘅地方，但係工作室其實咩要當到學生嘅老師強下嚟學一隻藍領嘅一隻技術，咩地方其實一擺咧有一隻當特別，這個自己當感興趣，其實係老師嘅這種3D 嘅
蓝染的技术哦，因为就搞唔清楚讲，那3D 蓝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法？我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好，3D 列印要不然有一个故事哈，故事是话说，这个3D 列印，我们取名这新的技法叫客家染，其实也是客家的客，然后亚黑在联合大学联合太后公社系也好上有三傻，毕业以后申請客委会的蒲公英计划，然后有获选到日本去看蓝染，好蓝染，中了以后同啊工作室1张年，然后人家就研发出这个新技法。这个3D 列印的这个技法，其实可以归类在甲染，就是我们会用图画好了以后，用3D 的方法把它列印出很多的夹具。我们是用凹凸夹这样子去夹起来，然后再去染。它其实克服了就是一般体验只能踏部位，好，然后用手给用书内按的踏去染。那这个呢，可以有更具象的东西，可以。如果我们开发成功的话，可能体验，即便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种东西完成。那以前的甲染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样子。所以老师刚刚讲，3D 的技术其实可以创造出一只甲染的器具，对，晓得吗？用那只器具去执行甲染的一个过程。对。变成讲其实可以，因为3D 列印它做的慢慢量化，没做的速率把它加安样。对。就像安样的一种我改变，有可能我改变蓝染那件事情，对，好吗？所以那只技术它还普遍的要普及吗？还没有普及，还蛮安样。对因为只是开发出一个雏形，那这个夹具呢，它其实还要跟布料。还有跟一些细节的地方去结合，我要克服一些东西，那这样就可以以后很普及。这个概念就会传统的工艺结合现代的科技，所碰撞出来的火花。像我想法是讲，其实老师说的是用一张它现代、它科学的方式嘛，3D 列印技术的东西，到底对你同传统的蓝染技术。在开发一只夹具一种状况底下，做的变化蛮个东西出来。老师有想过用3D 列印技术去创造新的蓝染那件事情？有啊，然后技术上，对，你技术上只能产出这样子。它3D 列印的，我们其实已经有设计出几种方法，但是都雏形。但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让它变成一个普及？因为你看到係客家油桐花，油桐花那樣，所以油桐花部分其實係一張當你談論客家嘅時嘅講到當中有一件事情，所以我都想講，其實呢隻油桐花係唔係變成講一種形式嘅圖樣？你客家有嘛圖樣嗎？其實當到談油，對，那其實對於3D我們開發的，我其實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說，台灣當到客家莊，那我們現在都推一鄉一特色，苗栗可能係豐寮，不過東勢可能係新店辦，那美濃可能又是南山。那其實每個不同地方的客家，它有它的圖騰特色圖騰。對，如果可以的話，它就是到時候可以用這種3D 的方法，我們就製作它的紋樣，它就可以去做它當地的藍染的特色的東西。用圖騰符號來看，好冇？要做一隻可能做一點所以按喺當的時間來看一下老師佢點樣去發展新的藍染的技術。因為對我來講，其實3D 列印老藍染結合在一起這個，對你藍染那件事情就出現了無限的可能性。對，其實剛剛老師就講到一點，你用各地的客家特色圖騰，去用3D 來創造一種藍染的新的符號，而且喺當然再過來繼續談那件事情。藍染以前係常民的生活必需品。不過我其實希望把藍染做的是很有質感的，故送係希望染的部位可以做一些
那个工艺师啊，或者是创作者，或者是时尚设计家，他们使用的一个媒材，嘿，然后我希望把兰兰带到的一个更上一层的境界。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因为老师多有带顿书来，你上一堂讲堂都3D 列印老客家的传统的蓝念来两件事情，两个合作讲下，你讲堂都给家具给一只油桐花的家具，或者油桐花的家具，所以它书档俾大家看到的一只白色的部分，白色的部分原则上就係大概一种家具，所以用这种家具来做染色，染出来是个做相，你看到一只油桐花的色。其实两件事我表你看下，大家看一下。上背係家具，下背係染出来一只油桐花的色。好，当中下两点，因为刚刚老师讲，3D 列印有很多可能性。对。所以还有太多图样。有，像时候有我们用那个3D 列印写一个客家，过一段客家语那边有。对，鸦片油要就会用，这是3D 列印的夹板、夹具，然后染出来还一样，勾要蛋糕，是平面的。平面的话，就是如果以前的人可能用木头刻一个两个，如果刻10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3D 列印可以做100个，列印出来都一模一样，它染出来就会按它就是它的工整性，具体形象就会一样这样子。对，好，但係就相當於雜檔好高嘅事情咧。他們嚟下一些詩本老師念出來看做的。好这应该是一个文创商品。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包包或者什么的，就下一张小故事，然后用3D 列印老给小故事用文字来3D 列印做出来，这张边夹具本老师念都给蓝布当杯，所以包包卡着就带着牙下一个小故事都给好行。这很酷啊！某一天做的注意下，因为牙膏看到那种蓝念在撕出来的时候，其实所以有可能，因为就像一张模板一样然后在撕全部慢慢的那种蓝念都给不会当杯，其实就完成了文字蓝念的两件事情的结合。对。所以我想其实因为的变化一胎因为同老师聊天谈话的过程，其实有一些感觉就讲，其实老师当想用蓝念的一个技术与发展创作有关的一种事情。像老师谈一下，你要一种心境转变，老师有那样的变化吗？蓝念以前是常民的生活必需品，不过我其实希望把蓝做的是很有质感的故说还希望染的部位可以做一些那个工艺师或者是创作者，或者是时尚设计家，他们使用的一个媒材，然后我希望把蓝带到的一个更上一层的境界，这样子。对。其实唐老师来讲上多就会蛮其实也是一种颜色的魔术师对，当然这颜色对于老师来讲，可能就会白色蓝色的两只色底杯。很多无数的渐层蓝这种渐层的蓝色，因为按照一种蓝色的色阶的方式，也创作出很多可能出来。我就有问讲，其实老师对于蓝色的这事情，和个人这个客家人的一种跟有相关的两件事情，你那样联系来的吗？我想应该是我小时候，大概1960年代吧，苗栗，我小较。当伊都临岸边的就我当到隔壁邻居阿婆就那时候我有让人家做斜金的衫个头那塔顶个有时候较缓我塔一个头扎走到那个我面前打追鼓那这个情景其实一直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里面。再来就是朋友送给两米农带种来的蓝山。
让我对于这个蓝色好像更着迷。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冥冥中注定吗？还是无心插柳？反正就是一直接触蓝，就觉得这个好像就连接起来了。微妙的感觉就连起来。像懂得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其实就是从按样一个连接点开始，然后慢慢的也就做出一种新的方式，就像刚才你。搭在鼓，可能又搭出一只新的一种文章的形式出来，那当好教了。每天讲不成功，不过迄正经去做时，每天正经做出一只无关样的东西。像其实每当有意思吼，就讲每天你做同样样的方式其实咱来的那个技术有机会图当到不同层次的设计里边。对对，然后因为在等于讲的客家花布。会变成一只设计师，对，华人的一只客籍的设计师，给大家推到舞台上去。其实咱来应该没有机会透过一只安样的方式，当然某一天透过一些服装设计师一些舞台设计师一张空间的设计师，慢慢的懒的技术就出来。不过好像其实呢，会越来越精致的，因为因为。嘉老师特别讲到讲，以前蓝念的sản婦係當年就會做嘅，慢慢的很多的現代我變到好像藝術性結合的作品，有一隻特別美學圖在裡邊，所以我想講老師，你有打算以照顧學其他這種創作的技術來發揮結合你的藍技術嘛？好，其實。对于手作我都一直很有兴趣，因为我头太好有搞，像前天然后联合太好公社系的学生我们在讨论说这学期蓝课要用进行卡我都要好奇嘛会利用蓝的布去结合其他的媒材做一些那个饰品，项链的坠子耳环的坠子这些，我们都会慢慢就是说结合不同专业的人，去发想这个蓝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按样看起来，其实那个技术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发挥。对。不过想问一下，你专门图大学地方搞蓝念按样的技术，有专门的科系，除了联合大学以外有吗？其他学校可能会跟时尚的有点关联。那联合太好是在文官系就开大学部的课，大学生选修，然后工业设计系也开，那在那边也是开了2次了这样子。大家学校的那个想法不某空用，不过最多连接的应该就是跟时尚。如果学校有时尚设计，可能学生多多少少会接触一下。对啦，对。老师对于蓝念读大学地方开课这件事情，对，有冇该短期目标吗？有没有其他短期目标吗？短期目标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跟主持人说的，就是跟学生用不同的那个媒材，看能不能做出新的东西。也够3D 列印，其实嘛投太空里面跟学生发想出来的，因为你还有上瘾其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想法。给他有时候你要用媒介什么让他发挥，蓝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其实我给他们的都是白布一块，他要怎么去把他的想法落实染出来以后，让我称赞他就要动脑筋了，这样对，要动脑。对，过时候在这个过程里头，可能就有懂得新的 idea 跟新的想法会碰撞出来。那知道其实当然以后因为蓝黑老时尚产业结合跟这个，当然sản婦会一种。对。其实没有可能懂得，其实老布料有关的，像窗帘。对。一个窗帘。家饰品比如说沙发布，对，没有可能可以行那条路，当然没有可能老其他像做灯的来做床单那个，只要老布料的结合性有可能，其实就有机会行到那只蓝的那只路线的。其实想问一下老师那胸口上一条胸花，两单花也还
别上去的。别上去的。做得好嘞。哦，好啊，好啊。其實剛好對英老師講，讓你去細緻化呢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大家看一隻細隻嘅一隻胸花，講佢嘅細部一隻動作地方。其實它是一個藍臉嘅一隻作品。啊，講真，一隻胸花，佢變到那一隻懂時尚嘅一隻模特，也嘛嘅做一隻可能。懂英式嘅，也懂法式，也懂意式嘅一種西裝，但不去做一隻安樣嘅胸花式嘅。我相信啊，西裝沒當好看。對哈。所以，新老闆我想就用一隻安樣嘅老師做出來藍臉嘅一種胸花，來老本大家提講藍臉到未來還有乜嘅安排嘅空間。因為3D 列印韓國當多技術出現以後，藍臉其實係一隻我知道在花布之後。做得要上國際舞台嘅一隻新嘅客家有關嘅一隻技術。今日當分析老師都來你分享安講嘅一隻安樣講藍臉嘅一隻技術安樣。因為希望老師做得搞出越來越多畫上嘅，把藍臉嘅技術帶到安呢個世界舞台當中，就像花布一樣嘅。安之先，謝謝主持人。安呢樣嘅張做的看到藍色。謝浩然，佢用客家嘅藍臉行到客家嘅藍色地方，佢變成一隻藍色嘅魔術師，想要從白色同藍色之間牽出所有無困樣嘅藍色。為到圖未來，行做得看到客家人藍臉嘅文化。佢前來輕型的3D 列印機器，做出了輕型的機關，而為客家的藍色帶到很那個很那強的未來，本所有客家人染上藍色的記憶。